议员蔡苏秋金一开始质询欢迎民意，要求市长任内一定要有重大建设，互民众少年的施政成果。接下来推荐将军区美沙沟的秘密景点，要求市府结合现有自行车道加旧港的特色来开发利用，由观光旅局加强行销。就是咱的将军美沙沟的这个马沙沟的旧渔港啦吼。咱以马沙沟的旧渔港为中心啦吼，伊伫101年开始吼，伊就伫将军溪建设一个自行车道，往东是对那个客家花中桥，来衔接咱客家台铁这个路线，往南咱有经过一个善行园田，咱接25线，咱会当对顶山的赏鸟亭。你到咱的97个的观海路，你叫这个博物馆啦吼，所以这咱好的一个自行车道有观光价值的吼，咱嘛希望咱的观光局长吼，你爱去带领去行销。行销报互大家知，观光休闲是很重要的啦吼。面对孙文当上2014年被诱导以后，经过议会国民党团提案争取，原本就定今年11月12日要重新采回台南公园。不过消息一传出，再次引起反弹，认为当上是向维权妥协。对此议员嘛要求市长表态。对此，市长强调一定会尊重民意，先寻求上大共识再来决定。市长就像像一个同区同款，伊爱真侪工作拢爱处理社会的共识。我必须要承认这件代志，社会共识是真纷乱、纷纷扰扰。伫社会还未处理共识进前，我想这个新闻的当上未去甲徛起来。应该是爱处理社会共识，尊重议会是最重要，处理共识嘛是最重要。若无，你搁去采起哩，即嘛人搁去诱导，社会搁更加纷扰，搁去讲我想这毋是，我想嘛毋是蔡苏议员，还是讲任何党派的议员欢喜看到。因此，我会了伫遮做一个宣示，咱会尽量寻求社会共识，但是社会共识还未形成进程，咱必须要。以市民的多数的这个权益来做考量。出身大北门区的议员蔡苏秋金会中除了推荐美沙沟私密的景点，嘛进一步要求附近有地基头空、有趴远无地质的土地，拢一并要求市府处理来并观光。台南新闻军及刘品言采访报道。